今日同大家分享麗瑤邨新公屋4到5人單位設計，全屋實用面積380尺，間咗3個房間，客廳做一組主角嘅吊櫃連埋餐邊櫃，搭配新宿餐台，鑽石型置物架搭配玻璃櫃加燈帶更上檔次。客廳間房就用木板加玻璃趟門做間隔，玻璃門用長虹玻璃連埋個薄薄嘅衣櫃，地台床就做4尺，空間很舒適。主人房空間大，房間內就做4尺地台床，連超大主角書台加埋衣櫃，床頭牆設計置物架同洞板，實用又好睇。嚟個空間都可以根據個人需求做不同設計啦。次我做女孩房，房內做4車床，連床頭衣櫃加書櫃，粉色適調，光線充足，儲物方便，適合用做學習空間。廚房就做玻璃門，櫥櫃正常做 L 型地櫃加吊櫃，留返洗衣機位置。最後廁所就做 PD 門，7字形嘅洗手櫃加智能鏡櫃設計最實用啦。大家有需要裝修歡迎 PM 我報價。